肩懸帶，三角手掛。包紮前，首先請傷者將雙肢放喺佢嘅胸前，食指同中指指尖對住冇受傷嗰邊嘅鎖骨。包紮時，急救員先將三角繃帶全幅打開，帶尾部分遮住手掌，帶尖向受傷一邊嘅爪部，然後將三角繃帶拉平，覆蓋上臂一半，再將帶尖攝入上臂內側，遮住手背。將部分帶尾經尾指攝入手掌與胸部中間，然後將帶底攝入前臂與胸部中間，帶底需緊貼前臂，最後將帶尾繞過背脊，將兩邊帶尾喺冇受傷一邊鎖骨上嘅凹陷處打平結。最後將帶尾收好。